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因為舊年9月衝擊替補機制諮詢論壇，被判入獄2個月。裁判官話，示威者當日衝入會場破壞安寧，令人擔心人身安全。有網民認為判刑太輕，覺得佢罪有應得。又有網民話好欣賞法官，亦都有網民支持長毛，話佢係無辜嘅，又覺得佢係真英雄。根據基本法第79條，如果議員被判監1個月以上，就可以啟動罷免機制。民主黨就反對罷免長毛，主席劉慧卿就話，咁係因為梁國雄喺事件上面冇個人利益，搞到俾網民認為泛民有雙重標準，又話佢哋狼狽為奸。長毛喺被判監之後就話坐監係鎖唔到佢嘅靈魂。